在轻松热情的夹紧之下，由台南市立图书馆规划的百年老店展览正式开展。这班邀请到台南5间上知名的店家来共同参与，包括茶、糕饼、薄装、纸艺以及木架等产业。其实我们台南的生活跟历史，其实都是构筑在这一些传统的生活里面的产业。那这次很高兴有这5家老店一起来参加。那其实我们尤其是在图书馆这样的场域，我们让民众知道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是书本上面的这样子的知识。展览现场透过相片、文物以及文创品等，将百年老店的故事、人文情感一一展现。每一件作品的背后，拢是传达台南在地文化，拢是有着传统技术以及知识的传承。这个16岁在台南是非常重要的，哎呀，每个家庭就是有外婆要来做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说你家如果有3、4个小孩，就是有老大，这个男生还是女生，老二这个男生还是女生，就2个，可以做这个16岁。当然你要拜拜也可以，但是就是没有那么隆重了哦。这届我等这件是咱中规啊，中规啊，伊我内底是用纸塑成的。巴肚啦，甲这个床遮拢是用巴肚、用报纸落去塑形。外口有穿布，伊的头是会当褪起来，所以我这件是上久的。透过展览，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了解台南在地老店，同时伫迎接台南400年进前来行销台南这座城市。展览展出到3月19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